李钟硕是韩国当红的男神，也是演技和颜值兼具的新生代偶像演员。自出道以来，演绎过不少经典角色。李钟硕优秀的电视剧作品，除了听见你的声音、秘密花园、匹诺曹、W 两个世界、当你沉睡时、学校2013等这几个比较热门的电视剧外，你还了解哪些李钟硕的韩剧呢？下面细说，小编就为大家盘点下李钟硕最好看的10部电视剧，一起来看看吧。李钟硕10大电视剧排名：1. 听见你的声音。李钟硕电视剧哪部好看？细说，小编力荐韩剧《听见你的声音》。这部奇幻爱情剧是李钟硕首次担纲男主角电视剧作品，豆瓣评分高达 8.6， 该剧收视率最高达 26.2%， 平均收视率夺得水幕剧年度收视冠军，获得第26届韩国话梅奖优秀作品奖，还提名第50届百想艺术大赏电视部门最佳电视剧奖。2. 秘密花园。 SBS 浪漫爱情剧《秘密花园》是李钟硕出演韩剧之一，豆瓣评分为 8.4。这部剧在韩国播出后，首播收视率为 17.2%， 最高收视率达到 35.2%， 在 EG 全国平均收视率为 24.3%， 可以说是一部非常火爆经典韩剧了。该剧先后获得2010年 SBS 演技大赏人气剧集、第24届话梅奖大赏、第47届韩国百想艺术大赏最佳电视剧、2011年韩国电视剧大奖和剧本奖等多个奖项。3. 匹诺曹。 SBS 职场爱情剧《匹诺曹》也是李钟硕最好看电视剧之一，他在剧中饰演有着超强记忆力的社会部记者崔达布。这部剧首播收视率为全国收视率 7.8%， 在 TNMS 全国平均收视率为 11.0%， 位居同时段收视冠军，并以每集28万美元的价格向中国视频网站出售版权，在该平台首轮播出的点击率超过10亿次。4. 娃两个世界。 MBC 悬疑爱情剧 W 两个世界主要讲述了现实世界中的女医生吴彦珠偶然地进入了人气漫画 W 的世界，与漫画主人公江哲相遇后发生的一系列连锁事件。李钟硕在剧中饰演存在于漫画中的主人公奥运射击冠军，韩国最年轻的超级财阀江哲。他凭借该剧获得2016年 MBC 演技大赏迷你剧部门男子最优秀演技奖和最高大赏。5. 当你沉睡时。当你沉睡时是一部 SBS 奇幻悬疑爱情剧，讲述了根据梦境预知未来不幸事件的女人何为阻止噩梦变成现实而孤军奋战的检察官之间的故事。李钟硕在剧中饰演为阻止噩梦成为现实而孤军奋战的检察官丁宰灿，受到了不少观众的喜爱，还荣获2017年 SBS 演技大赏水幕剧部门男子最优秀演技奖6学校2013。李钟硕电视剧作品《学校2013》是一部 KBS 2校园韩剧，他在剧中饰演高南顺，更是凭借该剧获得2012年 KBS 演技大赏男子新人演技奖。这部剧单集最高收视率为 17.1%， 平均收视率为 12.7%， 豆瓣评分为 7.8， 获得了口碑和收视双赢。该剧在2013年还提名第49届百想艺术大赏电视剧作品赏奖7 Dr. 异乡人。 SBS 医疗谍报剧 Dr. 异乡人是李钟硕主演的韩剧作品之一，他在剧中饰演拥有天才艺术的脱北医生朴勋，将朴勋那复杂的情感及心理刻画得非常到位，受到不少观众喜爱。这部剧播出后夺得同时段收视冠军，后位列月火剧年度收视亚军，豆瓣评分为 7.3。 李钟硕更是凭借该剧荣获2014年 SBS 演技大赏特别奖和10大明星奖。8. High Kick 短腿的反击。情景喜剧 High Kick 短腿的反击主要讲述安内向因为公司倒闭而不得不带着一家大小住进小舅子尹启相的家里，随后发生一系列的生活故事。李钟硕在剧中饰演曲棍球选手安钟硕一角。这部剧首播收视率在 10% 以上，起不理想，算得上是大热剧标准。虽然最终收视不是太高，但也不低。9. 死之永赞。由申惠善和李钟硕主演的电视剧《死之永赞》是一部近代爱情独幕剧，改编自1991年上映的同名韩国电影，讲述了韩国最早的女高音尹欣德与剧作家金佑珍之间的悲剧爱情。这部韩剧既浪漫又时时刻刻充满悲伤的基调，收视和口碑都不错，豆瓣评分高达 8.6。而李钟硕的演技在这部独幕剧中简直发挥得淋漓尽致，每一个动作都演到位，不愧是颜值和演技都非常棒的演员。是罗曼史是别册附录。韩剧《罗曼史是别册附录》又名《浪漫史一册附》，
刊》是一部 TVN 电视台爱情喜剧，也是李钟硕演过的剧之一。这部剧主要讲述出版行业工作人员们的故事。李钟硕在剧中饰演天才作家，同时也是出版社最年轻的主编车恩浩。该剧虽然在 egg 全国平均收视率只有 5.151%，但口碑却不错，豆瓣评分为 8.2，还是值得一看的剧集。